今日咧，我就去咗一個以香港電影為主題嘅展覽。一入到去咧，就見到好多充滿香港特色嘅場景同埋裝置，即刻帶大家睇下。今日玩緊乜嘢啊？大家記唔記得呢度係屬於邊一套電影嘅場景呢？咦，有個神秘嘉賓喎！呢度咧，每一個裝置同埋道具都係非常之逼真，又有埋音樂。有我最中意食嘅長腿排骨炒，呢個係咩炒？別觀音。排骨啊！我覺得咧，真係好似返去電影世界咁啊！今日咧，我影咗好多靚相，非常之滿足啊！下次再同大家分享一啲好玩嘅地方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